廣東話聖經故事，東方博士前來敬拜耶穌，常見問題與解答。東方博士係邊個呢？佢哋點解嚟朝拜耶穌呢？博士獻上嘅黃金、乳香、沒藥又有咩意義呢？東方博士係嚟自東方有智慧嘅人。博士因為睇見星象，認為有王會誕生，所以前嚟朝拜。佢哋獻上嘅禮物，黃金象徵尊貴，代表耶穌係王嘅身份；乳香係一種名貴嘅香料，象徵神聖同敬拜。意思係指耶穌係神，而且具有祭司嘅身份。沒藥係一種樹枝，常於安葬時應用，預示耶穌將為世人受死犧牲。希律王點解要殺害嬰孩呢？約瑟又點解要帶瑪利亞同耶穌逃往埃及呢？希律死之後，點解約瑟一家冇返伯利恆，而係到咗拿撒勒呢？希律聽見將會有猶太人之王出生，害怕呢個王將來會威脅佢嘅權力，就暗中查問星象出現嘅時間同地點，之後就下令殺害伯利恆2歲以下嘅男嬰。佢哋逃往埃及係因為天使喺夢中話俾約瑟知希律將要殺害孩子，於是約瑟就聽從神嘅指示，連夜帶同家人逃往埃及以保存性命。佢哋一家喺希律死之後冇返伯利恆，係因為約瑟聽到希律嘅仔會接續為王，佢心存懼怕，於是神又喺夢中指示佢哋前往加利利嘅拿撒勒。呢個應驗咗經上話彌賽亞將會被稱為拿撒勒人嘅預言。咁樣亦顯示咗神嘅計劃，即使喺政治動盪裏面，仍然唔會改變。耶穌唔係神咩？咁文中提到嘅孩子漸漸長大，又係咩意思？呢啲關於耶穌幼年嘅經文，對我哋而家又有咩啟示呢？點解耶穌仲需要長大呢？呢個就係基督教信仰裏面道成肉身呢個核心嘅所在。耶穌既係完全嘅神，亦係完全嘅人，佢就好似普通嘅孩子一樣，經歷身體嘅成長、心智嘅發育。呢個表示佢完全理解我哋成長嘅過程同埋辛勞，以人嘅樣式為我哋立下咗榜樣。關於耶穌小時候逃難並且漸漸長大嘅故事，話俾我哋知，成長係屬靈生命嘅重要過程。耶穌嘅救贖計劃從佢出生時就開始咗，而且充滿挑戰。佢經歷過逃亡、貧窮同埋被輕視，咁樣讓我哋知道，我哋所信嘅救主係一位懂得我哋難處嘅主，不論我哋處於乜嘢環境，佢都能夠引導我哋。